下狗的食黄连，有苦难言。作者：苏彦德，录音：苏彦德。古早的时，有一个人拢叫伊白贼七仔，因为伊真会讲白贼。有一天，白贼七仔来到庙里要拜拜，就有一个信徒讲：白贼七仔，白贼七仔，你遐尼会讲白贼，用毋着讲一个白贼来骗芳咧？白贼七仔应讲：我今仔日无时间通伫遮甲恁拍拉凉，我要求神明，互我趁大钱。隔壁庄头的苏元月要开钱庄，听讲利息有10%，而且利息阁领大升。我拜了，随要去农会，甲所有钱拢领出来，寄点苏元月的钱庄。庙里的信徒听甲信，就赶紧甲神明感谢。所有的人拜了，赶紧去农会，甲所有的钱领出来，摕去苏元月的钱庄寄。苏元月照约束先付2%，互寄钱的人。大家拢唱甲西尾强要飞上天，阁学了白贼七仔，竟然袂讲白贼。时间得过真紧，1个月到啊！大家欢欢喜喜、客客来到苏元月的钱庄要领利息的时，一看夜婆在办喜事，就知影互白贼七仔骗去啊！苏元月已经脚底抹油，走甲离尾市，信众损失真惨重。所有的人真毋甘愿，招咧就要去找白贼七仔理论。白贼七仔看到门口埕真闹热，大家去撮，面仔红记记，要找伊算数。白贼七仔就开嘴讲：大家真罕行，1个月前我伫庙里拜拜的时，你毋是叫我讲一个白贼，互恁骗芳一下，是毋是听了无过瘾？阁想要来叫我讲白贼互恁听？大家听甲大喙开，无话通应，毋敢叫伊赔，就覕手占脚顿地，转去家己的厝。